后来，离这个12月18公投的投票日，较无一个月咯。民进党将要比较到选前之夜，总统蔡英文亲身来参加，要来冲刺到最后一刻。那国民党除了12月17甲18两天，由主席朱立伦带头到自由广场展开着马拉松的看梅活动之外，阁来推出着高下雄兵的计划，要来追加500场的青年公投的宣讲，要让公投的总宣讲的场次超过7700场。马义雄兵起立到底。 发出口号，拿赢青年一届，主席朱立伦宣布12月18进前，公投宣讲要阁加码500场。蚂蚁雄兵是以小博大，本来规划的1218场，加上民意代表、立法委员规划的27个大场以外，今天又有很多青工跟青年朋友。 加入的蚂蚁雄兵计划，除了串联各东部的青年，公投前一暗到投票迄天，会选伫自由广场举办看梅马拉松式的公投活动。12月17号，我们共同为台湾的公投守夜。我们相信，最后一定汇集成为大家的力量。 最近拿赢的宣讲一直追加，凡西时感受到连赢的压力，因为传出民进党12月17迄暗会比较选情之美规模，包括总统蔡英文等等党内大咖拢会参加，营造团结的气势。希望国民党是能够真正把他们的主张说明清楚，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唱衰民进党政府。像民进党所有的党公职所办的，是真正把每一项说明清楚，也就是负责任。 跟大家报告，民进党的全党上下都非常的认真哈，那他会用滚动式的方式哈来处理哈，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投票率？投票日强要到啊，那你定赢，早就准备要决战到上尾一天。